咁個波咧就去到 Kingpin 嘅手上，咁嘗試去組織，咁但係傳波比較大力啲啊。不過佢哋而家就進入咗 V 號嘅區域嗰度噶啦。哇！比賽到啱啱開始呢段時間啦，我睇見咧女子隊咧兩隊女子隊嘅技術咧都非常之好喎。佢哋嘅控球能力啦，同埋呢個溜冰嘅能力都非常之好喎，都比起男子隊咧唔遜色嘅喎。以你守門員嘅角度咧，你有咩評價咧？其實香港女子隊而家咧都有好多嘅培訓啦，亦都有好多訓練啦。咁同埋好多人都開始由細開始打波，咁所以佢哋嗰個能力咧都慢慢變得越嚟越好噶啦。係啊，你講起咧，佢哋有好多機會咧，由細開始有啲訓練啦。咁我都諗翻起啦，當其時我哋開始打波嘅時候咧，機會就唔係咁多。同埋溜冰場嘅數目都唔係咁多啦。冇錯啊！而家咧增加咗好多。咁啊，我哋離島都有一個溜冰場啦。咁即係而一啲可能有一啲機構啊，有贊助啊，有好多學校嘅 promotion 啊。咁啊，大家都對呢個運動咧越嚟越熟悉啦。冇錯啊！咁 Randy， 你啱啱開始打波嘅時候係幾時啊？我好似你頭先話齋啦，其實好似尋日嘅事咁樣，發生喺尋日咁樣。咁啊，因為咧嚟到每一年就左腳咧就一身嘅，哇！頭先非常之刺激啊！呢個非常之危險啊！個匹咧啱啲咧就會跌咗入去個龍門嗰裏邊。咁啱喺嗰個鋪喺嗰個龍邊邊。係啊，左腳同埋左邊嘅龍門柱爭啲咧喺嗰個空位嗰度咧碌咗入去。咁啊，繼續都係 V 號嘅攻勢喎。咁啊，睇下能唔能夠策動呢個嘅組織啊！好，俾翻後衞，嘗試遠射去咗場嘅另外一邊。仍然都係 V 號嘅攻勢喎。咁啊 ，Kingpin 啦，同埋V 號啦，其實分別咧都打咗大話都4-5場嘅賽事啦，大家嘅體力都消耗得七七八八。咁咧呢一刻咧都係考驗球員嘅意志力啦，同埋體力啦。咁大家都攰啦，睇下兩隊球員嘅爭勝嘅心咧係去有幾盡啦。咦，好，終於嚟到去 V 號嘅場邊，咁但係就俾 V 號嘅 defense 傳翻過去。係啦 ，V 號咧係喺佢自己防守區咧將個匹一打咧就打到對方嘅底線嗰度，咁啊構成一個 icing。咁咧開波咧就會嚟翻 V 號嘅區域當中。咦，咁頭先見到 Kingpin 嘅球員咧，示意想喺左邊開波喎。其實係咪 A 城球員係可以揀喺邊邊開波嘅咧？其實都唔會係球員去揀嘅，都係球證去判決啦。因應當時咧喺邊一邊打咗個波過去。哇！一個好波啊！頭先睇下能唔能夠入波啦。哇！頭先嗰一球都相當之嘅驚險啊！V 號嘅球員咧，咁喺左邊切入啦，咁將個波打去右邊，期望佢哋嘅 deflection， 將個波改變嗰個路線，由本來一個地波咧，點知一貼高咗，龍門都反應唔切，就喺龍門嘅膊頭上面過咗啦。而家波再度去翻Kingpin 嘅區域 ，V 號攞波。比賽咧都仲有好多嘅時間啦 ，Kingpin 不需要氣餒啊！好啦 ，Kingpin 咧未過半場嘅，直接將個波打入去 Kingpin 嘅區域嗰度。啊，隊長 Tracy Wong 一個橫傳交翻出嚟，但係可惜接應唔到。但個波仍然喺 Kingpin 嗰個範疇入面啦。咁而家雙方球員喺籠前爭持，到底邊邊攞到個波咧？好啦，睇下能唔能夠化成入波，好波，射嘅靚，救嘅亦都靚啊！救嘅都靚。好啦，喺中場區域咧，睇下邊一個能夠爭贏嘅波。再次係 V 號喺中場嗰度攞咗波，嘗試進攻，嘗試組織一個進攻。
咁由42號嘅 Katrina 由左邊帶個波入去 Kingpin 嘅防守範圍，俾翻後衞嘗試射波，但係同個龍門有啲距離。哇，其實咧咁樣遠射埋去咧都幾危險喎！哇！3個前鋒喺前面組織 Kingpin 咧，頭先剛才呢一個後衞都幾難守啊！冇錯。非常悅目嘅攻勢，而龍門咧亦都好努力㗎啦。咁佢都睇到另外嗰邊球員準備射門，但係奈何咧前面真係太過空啦。冇錯。雙方嘅教練團隊再作出訓示啦。咁啊睇翻頭先個驚險嗰個鏡頭，咁啊呢個組織係非常之好。咁啊就有3位嗰度，所以咧球證就吹停呢個賽事，再次開一個定點球。咁啊雙方球隊咧作出一個換人啦。咁啊頭先都打咗都一段嘅時間啦，差不多2分鐘嘅時間。係啦，相信對雙方嘅球員都有啲疲倦啦。咁啊要換一換人。球證開波，球賽繼續啦。咁啊哇空晒，睇下能唔能夠轉化成一個入球。咁 Kingpin 嘅龍門撲救啦，咁啱啱個波去咗 Kingpin 嘅龍門後面。個波咧啱啱離開咗 Kingpin 嘅藍線，咁由 V 號嘅球員佢帶到去中場重新組織一個攻勢啊！好，而家波去翻中場 ，Kingpin 嘅球員攞到波，但係俾 V 號嘅球員緊追住嘅時間，咁接到之後咧跌咗落去個冰面，然後就碌入咗啦。哇！佢係一個勁抽入網喎，呢一球係啦。剛講到啦，雙方嚟到呢個階段咧。大家都好努力㗎啦，為呢場賽事，咁就嚟到呢個階段，雙方嘅球員都顯出佢嘅實力啦，咁啊大家相信都不容置疑㗎啦。咁時間尚餘10分鐘左右啊，咁喺第3節嘅比賽，而家嘅雙方嘅比數係3-0。要追咧唔係冇可能，咁啊希望啦，Kingpin嘅球員咧加把勁為我哋帶嚟一場精彩賽事啦！就再緊密咗喎。冇錯啊，咁令到咧 V 號咧起手咧冇咁容易，又或者起到手咧個角度咧都將佢嘅角度已經收窄。剩翻6分鐘嘅賽事，咁啊〜睇下雙方面嘅隊伍啦，有咩板斧啦。咁啊，作為一個觀眾啦，嚟到剩翻6分鐘嘅賽事3-0啦。咁啊，以觀眾嘅角度，會唔會咧 Kingpin 追翻平咧？呢個賽事咧會刺激啲咧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如果係可以有一個，即係如果可以由落後跟住去到追平嘅話，其實對於球員嚟講都係一個非常大嘅鼓舞嚟㗎。係啦 ，Kingpin 咧就可能聽到你嘅鼓勵嘅，咁啊佢啊射咗一球，咁啊但係俾 V 號嘅守門員 Kira Mob 救到啊！好啦，我哋都幫阿 Kingpin 隊加油啦，希望佢哋能夠開齋。哇，其實〜而家雖然係女子嘅比賽啦，咁但係其實球員都絕無欺場㗎。冇錯，爭波嘅時候咧，亦都係有嗰個技術喺度㗎。哇！你睇到佢哋真係好想追翻1球半球喎。